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初3，诗篇86篇第5节安尼讲：主啊，你良善，欢喜赦免，你使丰盛的主爱，予所有求救你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良善佮欢喜赦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良善的上帝，你是有丰盛主爱，佮满有怜悯的天父。你欢喜阮来亲近你，你也意爱阮时刻来求救你的名，因为当阮知爱活倒转来归向你的时，你就欢喜赦免阮一切的辜负亏欠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予阮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，因为你对阮发出大的慈爱，你叫阮的性命免落伫极深的阴间。求你按耳孔听阮，因为阮是困苦丧凶的。愿你使丰盛的慈爱，予求救你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来往良善佮欢喜赦免的天父，来摆列咱的恳求，伊就要将伊丰盛的慈爱赏赐所有求救伊的人。愿主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